人生像一條好長的歌way，有喜有樂，有感動有快樂。人生也像一本書，有思想有道理。人生更像蘑菇，一世風采，釀出金色的大地，來睇暗香風華，感受一段的人生故事。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麗玲，歡迎收看《暗香風華》。傳唱百年的鄉村民謠，係台灣傳統音樂的重要的資產。過去家家用河洛話來唱，不過呢，現在我哋有一啲客家母爺陳麗萍民謠師，將我哋客家的文化、日出名的文化融入地帶，本日鄉村民謠呢有無窮樣的風貌。今日我哋各位歡喜，有請到陳麗萍先生來到現場。麗萍老師你好，大家好，你一鉗可以講話，做得咯，你再彈個拉聲呢？歡迎收看《暗香風華》，好有趣哦！你記唔記得講話啊？你唱下點聲音，我有講下做得。因為每一個音階可以表現無窮樣嘅。因為係等客家話又很奇妙，你音調一個一大唱人唱三個共樣，一曲要唱一等呢，可以用一等身體嘅講法。咁麗萍先生，係從細路學有嘅一鉗咩？冇，也是得養分。我嗰陣時就聽我爸爸，係下鄉村，慢慢地接觸到有一鉗。嗰時候係萬歲嘅時節，對竹田辦得到鄉村，係。好，咁下能接觸到有嘅一鉗。嗰時節嘛，搶糖到，到讀小學嘅時節，7、8歲，嗰時節都好陳太。陳達老師，陳達係陳太，出現呢，佢嘅鄉村鎮幾多人睇好，我嗰時節話上過電視台哦，萬歲都有上過電視，8歲時節台視，我記得嗰時節台視那神女嘅時節，嗰時候萬歲都有學音樂嘅，都錯，萬歲聽完3本係學鋼琴，學鋼琴啊，咁你對安尼後來學音樂學一鉗應該幾好嘅影響嗬，影響佢睇，因為音樂本來幾好嘅大，聽到某嘅聲音，係要發吐，用嘅樂器可以彈出來，係用從混搭嚟，一齊彈，我咪曉得。你又曉得吹他？我曉得吹他咯，真是真厲害咧嗬！是講因為我哋啲講鄉村民謠，大部分係用河洛話來唱，大部分係。咁我聽講客係講嘅幾好哩，是因為我哋講鄉村嗰度大部分都講河洛嗰度，錯冇？錯，其實我佢咁唱我阿婆，話我媽媽哦，我媽媽係河洛人。哦，你媽媽河洛人。係，伊講故事幫我聽，伊講天然希望佢個貪食，阿婆同人講貪食，本命本。我記唔得人是客家人，佢仲係訂到鄉村嘅時節，阿婆教會請伊客家朋友去坐了，教會古天去坐了，我會帶到人哋去，同人哋講，唔等講貴語，睇好教講，一講河洛話，貴語嗰阿婆幾難講，睇碌卡講客話哦，我講客話，係安尼當頓咧，佢上係老太老妹睇鄉村出世，全部介紹得講客。嗰時候係啊，嗬，唔是有喺個5年咧，嗬，睇竹田5年。嗰時候嘅下嘛係講客嘛，嗬。係教講學花。嗰時候弟弟哋咩樣樣曉得，全部介紹得。因為太年啥，要教要堅持，一定堅持，本係定變得幾筆，嗰種筆唔係講啊，金錢嘅多少，是我哋自家客家文化，我哋語言，因為爸爸同人講，文化同我哋語言要將我哋血同樣，唔曉得講，我哋血要流通，要辦法人哋傳下去。嗰時候阿媽見想辦法，一團人語言繼續傳下去。嗰時候
唔要同客家，用喺多很出名嘅地方，錯冇？一條愛啊！阿你啷可以繼續傳，錯冇？係啊，因為唔看我哋客人辦到好多種，唔係講啊，像一啲語言，一個語言本來大家都可以學嘅，每天講見每日愛客人，咱可以講下話，嗰種係鬼感情，日愛一啲好多人，一啲客人，唔顧言比阿婆嘅堅持，我哋見本日曉得講，咁可以同我哋用客話來唱一段喎。唱係咩？係啊，阿冇安尼好買定你用茶傾下來，唱下來哦。唔飲時機本嚟睇，愛飲時機哦。哎喲，考試呢？嗬，做得啦，冇問題啦。好，來我來問一下佢咯，嗬。天天嚟買先睇睇下。好。來喲。來呀！千山萬里千山水，千山萬里哟，千山南，千山水。人的人生最可貴，人的人生啊喂，最呀可貴。客家好樂兩相對，客家好樂啊，兩啊相啊對。出拳融合太富貴，出拳融合啊喂，太陽富下貴。好有趣呀！唱嘅時候好跳哦，好樂跳，很出名嘅喂，按到鳳崗小跳，鳳崗小跳，鳳崗小調，嘿，哦，嗰時候以前有得跳，但是唔可以用幾多冇共用嘅語言，用一批唱。唱以前冇人嚟試過，啊，嗰時候做客唔家開始人，誒，唔係係藝開始嘅，啱個人咁講，要係移民嘅會曉得講客話，或者客家人，咁每咱可以做一件事情。啊，真是安尼幾好呢嗬！係啊，安尼其他族群嘅人咪可以用安尼嘅跳嘅來唱一家歌嘅。因為係因為伊啲唔講好老跳下係客家跳，其實我哋語言全部都係講故事，不用睇地位，其實唔是分出權嘅。人家唔可以等台灣，按火爐，有得和平，其實冇分出權，大家本身佢哋家人，從我哋錄看看呐，根本冇分，嗰種係好多好老嘅精神，客家嘅堅持，係。咁係咪有啲問題上嘅問呢片先生嗬？我呢個唔曉得唱，入面要學過，要學過，啊，從文學對埋嘅學來咯。其實係感覺很出名嘅，而本身要睇幾兩係等嘅成班，係等心情係等故事，而分六種跳嘅，哦六種啊，六種係，屯文學。以前咧師傅全部加糖有味，應該平常時佢唱人哋是翻樣嘅，咪等於凊彩講唱人客家嘅成個咁樣，啊唔過還係冇人去唱嘅，因為個苦個鼻，時態冇共樣啊，時態冇共樣，嗰種嗰時節一啲杜後萬歲，先生教，隔嘅20多年，因為好教嘅時候，呢批教樂團。咪辦比賽奇怪咧，用那開始嘅時節要發圖拿到天命，用一個官位係橋，還有一啲人出名好搞出來，應該個天命，個時節幾好天命哦，幾好天命，看眼面做乜會係變做天命，係，我看到
平時呢，伊個哈評語下講啊，佢有特色啊那裡我哋從我哋故鄉也有做得咧，個時間係睇很出咧。佢仲有佢是在佢時候很出名嘅。嗰時候係因為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國少人創嘅。係。後來是因為帶社團嘅關係，要再去重新去學起來。因為也民謠其實家有人嚟唱，唔過新年唔好唱，冇新年歌呀。係啦。新年佢前面嗬，佢成次人去唱，下後睇好教人哋教，呢邊係唔做，因為嗰度跳嘅唔曉得唱。喺嗰時間人因為唱有書香機，有一條歌嘅，喺後幾日聽住雜聽同人講唔咩，馬喺牙頭都有講。樂團嘅部分，我寫到自家睇寫曲。還有我自家用很出名嘅做表演，結果拿到第一名。原來係咁咧。觀眾朋友，李萍先生呢唔單止自家曉得彈，而後來呢還有教學嘅部分。下一趟呢，我哋我來談一下李萍先生喺推廣方面有按多乜嘅故事可以講哦。鍾明坤老師同我提點過睇，既然基本人有安尼生活，我交代好好傳下去。唔可能唱隔一整年，昨天上阿公2禮拜後，鍾明坤教授，半整年後我爸爸，嗰種一下也不愛地，乜個人都離別。觀眾朋友，歡迎歸來暗鄉風化。頭到我哋談李萍先生呢，分享嘅應用係將客家文化融入一個鄉村民謠。接下來呢，我來談一講一下用嘅去推廣一個鄉村民謠。李萍老師，我哋後來有擔任恆春思想起民謠促進會理事長，錯冇？錯。擔任理事長，相信一定有遇到幾多嘅問題同困難，錯冇？感覺一打玫瑰蟲，可能冇好開，我佢講，我講，我唱佢簡單一啲音樂人，我用來開一個團體，又係一個文化嘅團體，因為嗰度佢嘅問題，冇法度一下去解決，問題也面又冇人去唱啊。一樣嘅喏，我幾時只會講，我前年我前年歸來唱啊，前年歸來唱，喺我慢慢啊，睇學校嘅，從事教育嘅工作，4年是最好嘅代，你媽講4年開始學，喺你班重重叫叫家要家都唱下去，嗰時候幾時只睇明，4年好唱，本4年歡喜唱，咁估聽你咋唱嘅4年唔好彈，有樣嘅喏。其實嗰種問題係嗰種係做啲件事情要係本大家喜歡，歡喜學。那可是唔係唱係等很出名嘅。搞4年，啱係等咧司機司機，啱嘛一定會跳舞哦，跳起來已經睇夠嘅，夠啊，下後係就慢慢地同歌嘅加入嚟。4年講，阿公阿婆唱係定家貪食啦。我講唔怕，等天天嚟啦，等下發圖同唱嗰太長嘅時間，嘅時間前三間帶人嚟請阿公阿婆，講阿公阿婆唱係定基本談上定前面做乜嘅？你講阿通講阿公阿婆唔係親切唱哦，唔等啲陳太忙，講陳太是慢啲，阿公開始講故事，陳太變咗一啲規定佢嚴重嘅一啲語言佢，下後4年曉得唱誒，曉得講好老話誒，實際講。過年嘅推通，或者4年唔曉得講客話同學老話。錯。可是啱自己曉得講嘅，嗰時節唱一個按鳥位哦，啲嘢可以嘅咧。嗰時咪會很教4年講要很對方。係。你本來個優秀會很明嘅，很
喺我聽講唔係哦，係春人睇很好，春人打招呼就呼安尼。用烏的咧，唔曉得呼啊，用呼的咧。你喊你咩戲啊？唔係你呼啊，唔敢講同樣啊。佢吃呀，總係等咧身體已經上個突然發出來。他先也會用呼來同打招呼哦，有自信咧。點解等土地要安尼起咪？還有佢是安排，睇人啥講，跟住阿公阿婆講。唔好話等蔥，而邊係等嗬蔥嘅搞佢苦會跳誒，冇要糖啦。哦，因為等蔥嘅大部分都枸杞啊，你成法，哦枸杞成法個苦嘛，個苦係睇耕田嘅呀，可能阿冇上工班呀，愛飆水啊，跟住搞佢辛苦。嗰時我同阿公阿婆講啊，唔定人家蔥誒，人家認唔熟咧，唔定要去搏。嗰時老年啥，還有等生日咧，從後面甲強下來進行，因為有問題一定要解決。唔本太人啥有嗰種自信，一定能會勇敢衝本生日。冇一定會感覺到，哎呀，你冇乜嘅，哎呦冇糖定，係啊，嚇唔實啦呢。係冇自信衝唔出來，因為太啥冇感情。在下後因為22年後嘅時間成太厲害。過程咧，大家你咪講啊，陳太從來有名，我對嘅同事學下來。其實從來等三個樣啊，等從來全部係等成班嚟跳嘅。佢是對下司機文學，生日嘛寫，生日嘅也寫。對啊，寫等去家成排嘅故事，比如講連打批輪哦，打批輪咧，我寫咗司機哦，係佢似咩？啊生日感覺好高，啊唔過一定問題出來，又係。睇人啥，生日嘅阿爸阿妹唔會一定創。用嘅喏。你講生日冇按到時間，我讀書嘅啊。哦。成績愛顧啦，嗬。係成績。咁嗰日你咪同生日講咩內容？唔得愛去創。一定愛時間冇影響到，歡喜本地學。嗰時候成績要讀好嚟。錯。因為生日喜歡，真係成績高高度咧。係睇人啥。那我廿一筆的，係啊，一創哈。問題，但某個事情一定有啲理由，哈，一定舞台本身嘅。錯。可是嗰時間做一啲個明星嘅一啲做法。因為當地教育是本自然本需要嘅聲音咧，其他我哋去做嘅。錯。嗰時間有啲教宗，當初咧大家面講啊，呢片做嘅方法唔錯。一件事情其實係嗰時間嘛，感覺佢委屈。喺後面啦，也真係是夠長。我喺同一啲民謠創新嘅時間，大家會講啊，等創嘅唔係股票。嗰時間就是傳統跟創新之間的衝突，錯嘅。有衝突，一開，嗰種開唔可以講俾人聽，因為冇人了解。唔講人講冇一定做得到，因為推嘢22年冇起色，唔做一定會成功嗎？嗰時候我嘅時間咩都可以得機會，有啲欣賞錄嘅 CD 專輯都好。家人哋嗬，佢嘅3年生嘅生日用考試嘅，考得的耶，用考得嘞，這樣子他們會覺得，我是考進來的，他會更珍惜這個機會，有係呢，珍惜了。那家長哋講，原來嘅生日可以做明星，明星的哲學。本人感覺輕音質，雖然書都批評，咁個家長喜歡咧。一看到生日咧，可以睇下啲舞台，本人看到。有舞台，對不對？有個架設咧，然後架設好建立之後，生日咧同太人全部搞上好嘅。是哈，哇，真的很辛苦誒，這一段。咁我有啲時間嗬，全部教我佢通咗嘛，用我哋嘅方法，啱顧講實際，文化冇傳，冇傳下要團體，是團結下後馬佔咯。因為生日上去唱嘅，睇人啥唱下來，睇人啥會遇到生日咧，聽到你哦，聽到你好他，係聽到你好，聽到你下司機，聽到你協商，有參與感，有參與感。你好棒，真的有參與感，全民運動啊。還有記得阿公阿婆從嗰從更有自信了，更有自信，因為佢講一太親的生日呢，特別中生代，理想背景，因為中生代但係佢嘅cancer，搞而從嗰去達標，對，是嗰時候對家鄉嗰種文化全部加冇時間以後，
刚才提讲2008年的时间，有一个天样海角7號，佢係都因為茂博喺個天樣地方彈樂琴，係啊，好造成了一股風潮。像提講一個天樣對鄉村來講，對樂琴的推廣來說有乜個影響嗎？影響佢睇，佢感通，因為當初我去片嚟看櫃台呢，係看到佢拿嘅樂琴出來嘅時間，要講嘅句話，佢代表講，萬講鄉村冇人才，佢2條線嚟彈出來，真係好2條線呢，係，有2條線一夾一字，佢就喺度加字，加字，係。佢說：你看，其實伊係咪以呢個從，安尼過來，新嘢上去睇呢，看到天樣誒，感覺到明星啊，可以睇大螢幕地方彈呢，係啊，嗰時候看到家長哦，嗰時節新嘢開始喜歡2008年的風潮，海角7號，變咗恆春的全民運動。哇！係咁講啊，老天爺也相愛，天愛遇到困難的時節，只要填幫助愛時節，本等很重要嘅基地。嗰種老人家從露台上，這個傾聽的這個土地嘅文化下後，到對外開始來送，佢有參與的劇團的。是啊，談講要做一件事情啊，其實佢有興趣咯，係要帶阿婆一點。去參加嘛嘅，係同講佢簽了春天呐海，春天呐海好生嘅人嗬，最好嘅。係啊，我講有台參嘛，係我明講，家阿公阿婆睇佢上嗌你唱歌嘅，蠻愛彈，阿唔真係佢有魅力。新年團阿公阿婆帶你去嘅時節，他講。年長長見當都係講，哎呀，到老年前，老日做乜嘅？帶孫呢來唱歌嘅。你係真係等阿公阿婆看到你孫呢唱歌嘅啊！加上舞台時節完全冇朋友，因為個精神哈，還能看到原創嘅音樂，真的是原創哦。因為你看，其實春天呐喊哈，因為原創音樂，佢講係等帶動嘅是很純粹在地嘅原創。一等從上去，嗰時節其實係等殺雞，除了恆春民謠嘅書香雞，另外有唱牛母班。牛母班係，你講牛馬，嗰歌曲色彩又係等歡迎加，細妹人愛加時節，真係唔判得，也愛真實，也唔愛加出去嘅，習慣都會嗰種感覺嘅，係一啲民謠。今晡日有機會唐先生來唱一段喎，佢辛苦哦，唱嘅我見餃子咩？我叫，真係會叫。明白，其實係嗰時節好，有牛馬盤嘅時節，T 白唱嘅時節，你講奇怪，做埋呢片嚟唱牛母班嘅時節，甜唔甜？冇嗰種，等很出名有嗰種氣味，還好。因為係第一個機會，講我嘅朱丁順阿公，萬一的總教授鍾明坤老師同我提點過佢，一個神經前呢差唔多1整年，送嚟一條鏈呢，同我講啊，呢片很出名有嗰時候人強人，提倡，既然見每年有安尼生活，我交代我。傳下去，唔看到唱隔1整年，朱丁順阿公2禮拜後，鍾明坤教授半整年後，我爸爸，嗰種人生有限嘅，3萬人，有3萬嚟嗰種衝嘅睇人生，以下係本來地乜嘅很多離別，嗰時節衝有限嘅。嗰種頭都同人問有冇擺時間，我前時冇係同佢控制，因為真係有人咧。嗰種做馬我睇明講啊，恆春民謠安尼唱下來，要發吐，更加睇平睇嘅時間，唔係因為我嘅聲音是甜嘅，係講我嘅聲音認真樣嘅，用我正常。萬人用我唱假唱，因為唔唱嘅全部係習慣度嘅嗰種感情嗬。
你真的爱唱吗？我上会堂里，咁有这个荣幸。我唱一段好啦。好，一团好，可以。木子家爹嚟啊！为民好的大位，每去别人伊来帮我，你的爱向来友好啊，你的大家啊光。真的很有一种很悲凄的感觉哦。所以刚刚的歌词的意思係講有冇嘢我家人呢，可以友好唔我係很好，我家跟家娘。哦其實伊啲阿妹，嗯同嘢冇人講嘅。嗯其實睇舊底時節嗰種，因為以前冇種人見到嗰方片，錯高鐵特別係高雄一日，嗯以後到誒，嗯以前夾約撞加用行路誒，嗯，係我用行地地用嗬，行地地我盡每搞行過叫嗬。佢叫嘛唔可以親切做乜係啊，嘅我記得頭擺嗰種講年初二，咱可以盡每搞。玩年槍哦，年我槍唔可以去嫁過去係哦。嗬。係啊，以前離休叫係你啊。嗯。各位觀眾朋友，調到我哋唐麗萍先生唱一條《牛母伴》，牽動了老師的情緒，相信大家沒有感受到。等下我哋再過來唐麗萍先生唐嗰度嘅故事。啊，嗰度見人譬如人雀木，700人幾嘅琴，700人幾嘅琴對恆春菜地自家做出來，係1070倍，係去年10月17，通過嘅金氏世界紀錄。哇，所以有一項金氏世界紀錄是你們創造的。對。觀眾朋友，歡迎歸來暗響風法。頭到我哋唐麗萍先生唱《牛母伴》，真的很感動哈！我本來蠻喜歡到嘅故事哈，一個生命的歷程，全部都會變成我們創作的養分。麗萍老師，我哋在推廣樂琴，下了很多的功夫。因為我發現你的樂琴很特別耶，上面有你的肖像。因為我從本人彈嘅時節琴帶度呢，嘢畫面唔會轉片的，又係一支琴。上年我彈到呢行，畫面挺睇鏡，一定要本人一啲圖像。嗰種嘅時節沙期，可是有公益進入嘅時節，係咪講阿兄，我哋每啲創意師有發圖，存自家畫像，存自家詩句寫下來。要當紅嘅詩，就是他們創作的詩句。係每個琴我冇同樣嘅心情，唱下機咯，最快樂。最快樂，係啊，笑得很大。最簡單。幾隻詩，要睇到我心情咧。土地稀微，風來吹。係啊。我用民謠嚟交陪。我用民謠嚟交陪。做朋友。係啊。唱下機，還有也聽耳機，寫詩句嘅。嗰時節表情冇嗰度。呢小咪咪我做得嚟，唱歌嘅天天嚟唱，看到有風，特別因咧老鷹，很純的稀微玩咧，下頭也當歌，第三季。感覺生命的歷練會讓我一定有困頓期。嗰時節冇按到嘅收入。更加佢滿意也幾期，
這支，係，馬天明講啊，即係嗰件嘢，咁樣冇共樣嘅嗬，你衝下頂成樣共樣，同頂面油人哋見存下來，衝錯同唔錯，咩之價講，啱講用嚟衝，只有份氣衝，衝之價故事要錯，哎，很有興趣的是，一個聽用嘅種種嘢，唔係用筆嘅嗬，用筆，撈筆。用手的的，用手的的，嗰時候天天嚟也生前嗬，有功夫嘅啦。嗰時候也個係結合藝術家，在地藝術家，因為看事情文化創作唔係講自家享受，錯，一定要分享。安尼等分享情緒嘅時節，教佢當然要花時好講，因為他家嘅故事唔係像一般人嘅故事。嗰時候係藝術家。以肯定安尼畫，也算要拿相片比，拿相片比自家最滿意嘅相片。從亞種是以肯定嚟畫嘅哦。哦，係哦。係咁，每啲人家睇進步。因為那佢是睇面對鏡頭嘅時節會緊張。哦，錯。係而家唔會，因為係咁個任何嘅場所都係等嚟講，而傳統係等面油分享，係個自然。因為佢。怎樣就是生活啊，佢說唔是緊張，係哋嘛搞個自然，包括係哋嘅藝術家，其實係哋見係做佢哋過程講啊，但出面有衝油，係哋已經傾天之家土地嘅價值，怎樣意義？唔過而哋個現實嘅問題，我用嘅本也就聽我睇嘅有在外遊子有分土，人以歸來哋自家故鄉嚟打拼，佢現實嘅問題，嗰時候係等建造嘅，把無情變成有情嘅價值。哦，不一定看得到，係嘛穿得到錢。嗰現實嘅意思係呢？錯。嗰時候係等你鉗唔要發現到冇？之前係等是我去買鉗。佢向係等你產業即刻做，即刻做嘅，係從啲新聞出來。嗰時係咁樣講，其實文化啊，等睇送嘅時節，唔係唱唱歌嘅，新年氣氛咧，喺呢邊一定睇，一般都唱不一定嘅肢體係談，例如啊等，其實如果唱嘅幸福的病毒啊，到處去傳染，對，然後去感染，因為病毒呢威力是很大的，是，啊唱係等人家，嗰時候做埋，嗰份戲基本要有發圖。用很出面油嘅好路跳嚟衝嚟等去解下花市。其實面油傳到國外唔係咁困難。因為你其實越在地就越國際，對不對？對啊，係在地國際化。是啊。因為睇前一趟有分享到，出版冇法度拿天命。喺香港答案要係只有唯一，永遠是第一。哎，真的耶！只有唯一，永遠是第一。是。所以文化真的要向人哋去解血脈。係唔願意衝出來，願意講出來。我嘅精神一定在。嗰時候透過推廣樂琴，還帶動了那個產業，對不對？產業係已經推動了。哦，所以嗰時候更加有工廠嚟提做，有工廠嚟提做嘅。哇！重點他個氣氛會彈。等琴其實有精緻化。係一定要進步嘛。是。有人會彈，以前我買琴嘛。錯。唔係像有工廠嘅，冇人買嘛冇菜啊。係。嗰時候其實全面嘅推廣對人哋嚟講，外國份戲什麼樣種有團嗰種嘅時間睇很準，睇佢睇，是公司猜是很出面嘅本來會在講動詞，個霎時第三飛嘅事情，第二第一年前事故，阿夢根本亦買個單身，我嘅聲音，單純有單純的快樂啦。其實但是現在歷練很多之後，有不一樣的生命厚度哈。完全冇朋友，生命厚度，就像那一份土，我哋講下怎樣，如像我哋種樹一樣，一定要不一樣，分，慢慢的，係啊，而是皮那麼太，係啊，是皮啊，都有個剛強。剛才都先生有講哈，其實推到國際並不是太困難，係啊，所以先生已經有同樣嘅很出名謠，同樂琴推到國際了嘛。嗰份戲
其實等嗰時節嗰度從朱定上講，伊過身之前有同人講，伊講等呢面一定要送本全世界人聽到。嗰時節其實每代人家你咪講，等一天每代人要去國外唱。哦，對吼，感覺推到國際就是要出去國外唱。係。結果等去年吼，喺嗰度唱等演奏，伊啲免費。伊講。咁唔定見家成日嘛做起來呀，嘛他阿嘛歡喜唱很出名嘅，一期嘛很多人睇嚟睇咧，我哋嚟做一啲金氏世界紀錄。哦，真係幾瘋狂哦！我哋真係募集嚇嗰度天音去團演全幕，數到等少700人幾一期，700人幾一期對恆春菜地自家做出來，係。1070倍，係去年10月17，通過嘅金氏世界紀錄。哇，所以有一項金氏世界紀錄是你們創造的。對，然後真係創紀錄。前高一年睇嘅向下彈，睇恆春嘅上門。古城門。係古城門，安尼他家衝出嚟，他係恆春民謠唔係唱恆春菜地本身唱，已經是佢台灣全省，包括台北、台中，他家向下唱。安尼年人，睇到啲片有聽到我哋上映。嗰時候睇今年圖嘅新年婚，阿媽開始去睇到唱我哋恆春民謠。哦，真的就是走出去了。走出去了，本世界聽到冇一天出國。最主要唔係民謠有本。是台灣以外人、世界人傾聽嘛，嗰種傳統係咁，那係我哋做文化傳承嘅一啲重要。我係感覺到最重要嘅應該係講，我紮根啊，紮根。對，你先自己紮根之後，這個厚度有出來，有養分，有真的在地的那個感情在裡面的時候，你會感通。係啊，我感通，然後可以再傳出去嘛，上面也有感通人心嘛，真的哈，在地民謠嘛，對不對？在地，係。我哋講，雖然講帶出去嘅，不過呢，台灣人係喺幾多人還覺唔掂一個東西，好冇？嗰種唔能後來對一個熱情帶出來，帶離恆春到台灣其他的地方去推廣的。講到安尼，見講恆春民謠一出家睇恆春自家菜地唱，一直冇帶出來，帶出來可能喺外地表演一下，係。唔過真正愛聽到表演嘅送民謠，佢唔似咁無自信，無法度做到。我嘅觀點係依啲基地啦，都好睇嘅依啲文創區，有依啲眷村嘅嗰種嘅特質。冇空嘅梯田產生不同元素嘅撞擊，也地道更大。觀眾朋友，我哋唐麗萍先生講，他在推動的過程，同一個恆春民謠帶到國際化的過程，很精彩。等下我哋再過來繼續談嗰度嘅故事。你其湯啊，來去吃湯啊，湯唔食嘅人無法度反應。嗱，蟲誒，一出痛誒。天呢隻課，先生講啲送牌號拿波頭啊，搭沙龍 pass。觀眾朋友，歡迎歸來暗鄉風法。麗萍老師將恆春民謠帶出恆春，來到屏東上京發展呢。麗萍老師，係聽講上課該奇妙哦。一定會奇妙啊！那因為吸引人來上課學習哈。可以分享一下那個過程嗎？其實好，推節課係咁話咧，好人本嚟嗰度。唔係藝搞一定物嘅，時常係唔會講特別設計。有一班
記到嘅清楚，他講唔詳細啦。我喺設計講用嘅本他講喊出他嘅名。打開心房哈。係打開心房去創業。結果佢說我喊嘅。等佢彈嘅時間哈，播跳，有人會隱秘講佢主創好彈，佢會分心冇係圖，但會彈到關係，佢是跳嘅，會愈嚟愈驚，咁明日跳嚟跳去，勁高，會彈會跳嘅，會喊對方嘅名。結果有一擺嘅好人講啊，因為講頭前做有啥咩？嘅。用 A 哋嘅，用 A， 做有啥咩？見解做有啥咩？又講矮路咩？我同埋嘅名。佢成日講，其實嗬，他搞會放小心房嗬，安尼行安尼，結果睇嘅空間過細啊，我講安尼唔怕，一定要攞杯，結果為啲人帶，用嚟帶呢，對地杯帶到攞杯嘅人行嘅，彈你兩條高嘅完全行。佢成日講，其實定喺後面有時間學其他人佢強鬆，但要學嘅定學嘅人學冇分出拳，要排灣族，冇定漢人，冇河洛人，冇嗰些咧嚇。佢就他講睇講法時節，有嘅時節要就講湯啊，定就講嘅。熟嘅，呢個時間會利用機器咪，定用音調先嘅方式睇好些。而啲學人講把湯啊，呢期湯啊，來去切湯啊，湯唔食嘅人冇法度翻譯成樣啊，拿蟲嘅去出湯嘅，佢就係咁講，我用嘅設計。跟他嘅互動啦，天一節課，隔一個禮拜哦，講先生咁啲送牌好，拿高頭嘅，我講用嘅喏，我估好拿個都是痛，搭沙龍 pass，佢就係點講？喺呢排上課嘅時間要啲準備，係要準備嘅。其實呢，我哋呢攝影團隊有去到麗萍老師嘅基地來翕一下我哋麗萍老師上課的情形，我哋而家來看一下。恆春民謠係當地鄉親用生活經驗隨時創作嘅藝術，同疫情嘅研究，做得感受到土地同生命嘅結合，也唔單淨係當地文化特色，還係台灣最珍貴嘅無形文化資產之一。不過，亦是獨到無人傳承嘅問題。好在當地有人想辦法推廣恆春民謠，本古上內嘅民謠做得傳唱下去，話本個當然有機會認識體驗同參與。其實係咁講，每一件事情，即個心肝都會有歡喜去做，乜事情搞佢快樂。我哋有啲好嘅人，其實一定來學嘅事情，問題講，不困難嘛，講唔愛。我咁唔曉得做數有數，有嘅時間做數同有數同起來講，佢咁冇正常。因為多時間都停啊，我要做，停要做。嗰種事情我講同學人完全放鬆嘅，會強鬆嘅嚟學習。其實係咁冇應該要向我哋講我哋生命，講我哋嘅故事，恆春民謠嘛係。嗰種學習嚟講，其實是。包括係自家嘛，係值得理解。因為我講，我嘛睇一定也想看到幾多快樂嘅事情。本身就在恆春教，就是在上班嘛哈。那也透過樂琴，然後把那個恆春地區的孩子的土地的感情，都很綿密的結合在一起。對我來講，其實有一點紓壓的作用，因為其實我的工作壓力有點大，但是透過樂琴，我會覺得，當我彈完，還在這裡學習完以後，我得到了一些快樂。
可以咧弹的时节吼，感觉这个声音真好听，吼，我弹的真感通。我愈想讲，先生刚才今仔就演客家的诗句，按落弹出来、唱出来好无？来马上演下咯，而且有办法地唱出来。这感觉吼，使个感通。虽然我唔晓得音乐，但係我真好唱，故所我就要写掉东西，我都教生嘅唱客家话吼，除了讲，因为讲唱吼也係一定好，唱啊起啊吼，生意都千夾都會起哄咯。故所我真好教生嘅唱歌就會安尼，因為佢係一個真快樂嘅事情。講起來，傳承應該愛對教育開始。陳麗萍對恆春社區特別有做民謠嘅推廣，以下伊哋恆春民謠嘅文創基地，可以台灣樂團嘅藝文展覽班來推廣野項藝術，同時安排發表會，本學生嘅都有表演嘅舞台。我会想要来学乐琴这个乐器呢，是我从电影《海角七号》里面呢，茂博弹的这个乐器。那我觉得它的音色非常的迷人，它可以弹得出流行音乐，也可以弹出那种乡土味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它是个很特别的乐器，所以就让我更想来一探究竟，所以一学就觉得很开心，每天都觉得有一个抒发的地方。当初知道丽萍老师要来屏东开课，很开心啊，因为自己也很想谈谈乐琴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本身很喜欢音乐，因为我觉得音乐它本身有一个疗愈的效果。那我借着这个弦，可以把我内心的情感表达出来。我本身有在学琵琶，那刚好有一个空档时间，然后学这个乐器，我觉得它非常简单，很容易学，而且不会有孤单。最主要上课时间非常的开心。每天真的是笑到肚子痛。因為從我哋學人講啊，真係下起哦，搭手拍是咁無效嘅。其實每一個人嘅認真，互相學到嘅精神，嗰種態度，嗰種態度對人哋嚟講，要學習一個最大嘅動力。是從一節課應用嚟教下去，唔免係設計，但係幫我哋學人咧。要從我哋即家人，你哋要看人嗰種感覺，嗰種溫度，嗰種感情，嗰自然是一定帶俾我嗰度快樂，幫我行下去嘅路上，路來路順。社區嘅鄉親，一年快樂彈樂琴，歡喜唱民謠，用歌聲研究出恆春民謠特有嘅韻味，愛本人感受到恆春半島上嘅文化同當地嘅人情味。看到一點上課按歡喜按聽吼，連我都想愛去上課嘅哦，老師有機會我嚟同學一下哦。加上更加吼，有個基地喺屏東嘛吼，帶出了恆春，更加喺屏東有安尼地方可以本人來學恆春民謠，係學樂琴。有空間，好空間，冇差人去家用，係咁我有請他講。有機會有乜辦法，叫我嚟參與，安尼又可以用救，用下去行下去，愈多人參與，有我哋力量，希望喺呢邊有空間，可以大家共下來講我哋故事，嚟從我哋每個人嚟講嘅。觀眾朋友，今日我哋聽麗萍先生講嘅安度嘅故事。最後有一個自家基地來推廣樂琴。過去呢，我哋愛聽一個恆春民謠啊，愛去到安人嘅恆春，更加唔是誒。有機會去到屏東，記得你去看一下麗萍先生，因為用一個溫暖嘅聲音講故事本堂哦。安平風化，我哋下次見。聽麗萍先生講牛馬盤嘅故事，移民到教演樂琴。影響一個太一先生，還有自家嘅阿爸，佢有感觸，你為目擊，我也佢感通。人生在世，要係人同人之間嘅感情天天，所有為感通人嘅故事，都係因為人同人之間嘅交往，佢真誠，佢有心，能夠帶俾我哋溫暖嘅感覺。我講啊，
世界上最重要的人，都係也下喺面前同講話嘅人哦。